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初2，旧历的2月27，礼拜二。新闻一开始来看桃园甲新竹县市最近有插到一团真假，专门上迄种毋是24小时在营业的超商甲加油站，利用半暝无人的时间，讲破这个店家的落地窗，甲几台提款机用货车载咧走，刷来更空摕现金，然后甲提款机隔离喺路边。目前确认相关有4个，警方昨日喺新竹甲桃园抓到2个，也阁有2个全力咧追捕。暗时期迄个嫌犯拍破这间无24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的落地窗，搬出来200多公斤重，内面有100多万的提款机，用铁链绑伫白色轿车后面拖走，随后再阁换一台偷来小货车接应。有民众发现这台提款机，互人等伫桃园新竹交界复兴溪，面板已经被撬开，机件露出，模样非常惨。这阵嫌犯就是最近伫桃园新竹一带窃盗集团，因若是偷超商的提款机，也阁偷新竹县政府内超商收银机甲保险柜。嫌犯总共4个人，目前2个人已经被抓，也阁有2个人咧逃命。同款是偷提款机、台银、新竹分行提款机反被迫害，想要偷摕钱的嫌犯，竟然是伫分行工作水电工，以及是跋筊欠大笔的债务，才会想要破坏提款机的金库偷摕钱。不过最后无成功，警方嘛由嫌犯所滴落来的汗液采集到 DNA， 顺利抓到人。即马警方嘛以窃盗未遂甲毁损罪嫌起诉。